2014年3月18日，有一群学生甲公民团体为了抗议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审查的争议，占领立法院，发生国际上拢真关注的318日头火学运。高达10年过去啊，自当时少年的参与者，即卖生活发展了啥款？回头看这场学运，敢有互台湾的社会带来啥物款的改变呢？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梦，拜六暗时7点半。来要对3个日头火学运的参与者来看这场运动，对因还有社会产生什么款的影响？过年行春庙林的人是吵，新科立委吴哲真侪前甲民众博感情，为高雄市议员开始，知名度愈来愈悬。头一届参加立委的选举，就当选第11届上少年的立委。伊讲伊前到大毋捌想过会成做政治人物，甚至入去到国会。因若会行政治路，是因为10年前的日头火学运，互伊感受到公民力量的重要。这场运动上重要意义是讲，足侪少年人愿意站出来，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公民的力量，而且嘛，足侪少年人愿意参与政治。学运了后，有人参与政治的工作，嘛有人抱理想投入公益服务。迄当阵，黄燕如也是研究生。伫学运退场开始参与社会工作。318学运毋但是当初真侪少年人的政治启蒙，对真侪人来讲，嘛因为这场运动，互因的青春岁月有更较坚强的生命力。我们退场之后，每个人都回到自己生活的场域，但其实每个人都会有生活不顺遂。那其实每个人去找到最适合的位置，去改变台湾的现在这个社会。革命的浪潮就从这个步调开始。我们并没有进政党，也没有进 NGO。这个工作选择就是它蕴藏了一些我们自己对于社会议题或者是政治的一些想象。318学运10年过去啊，永年真侪前的青年，个人拢已经有人生的目标。不过因也是真打拼咧实践公益的价值。这场日头火学运，毋但改变台湾的政治结构，嘛互台湾社会理解少年世代的力量。失去啥，可能就是我的青春吧，像恁这个节目的名，青春咱的梦，我的时间就是拢奉献伫咧政治啊。记者综合报道。